大家好，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！咁啊，恭喜華富財經嘅投資者啦！咁啊，馬年身體健康，財富滾滾啦！咁而即係馬年啦，咁當然就見到上年其實個港股表現都算唔錯噶啦，相當之理想。咁而引申到嚟馬年或者我哋嚟緊嘅時間啦，咁我諗個市場主題啦都繼續圍繞住啦機械人啦同埋呢個 AI 方面嘅一個推行。咁仲有雲計算啦，咁啊就當然今日嚟講就同大家即係講翻馬年方面，就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住啲機械人股份嘅。咁啊，機械人股份可以留意住9880啦、優必選嘅。咁優必選作為即係喺本港上市比較上標的高嘅一個機械人公司啦。咁雖然佢即係叫定期配股集資啊，咁啊令到市場都會一定嘅震盪。咁但係其實個出貨其實就冇令市場有一個失望嘅。咁啊持續個出貨啦，維持即係偏高嘅水平，亦都係行業間啦，即係比較領先嘅一間公司。咁所以打後嘅時間啦，若果機械人嗰個即係拓展能夠進一步啦，係可以去到商業化嘅時間啦，未來方面嗰個叫動力啦，依然都係更加之存在嘅。咁除咗佢一啲叫人形機械人之外啦，咁啊其他一啲叫 AI 類嘅機械人啦、小型機械人啦，咁啊AI 悟空啊，咁啊就仲有就係之前講啦，做緊教育嘅即係天宮行者啦，呢啲都會成為收入嘅一啲叫能力嘅來源。咁所以我諗就嚟緊馬年嘅時間啦，咁大家都可以繼續部署翻一啲機械嘅股份啦，或者 AI 雲嘅相關股份。咁如果齋睇隻優必選，我覺得可以留待20天線呢位置啦。咁啊沿住20天線咁啊繼續向上移動嘅。咁嚟緊測試目標咁維持翻上年方面即係10月份啲高位啦。咁但係當然防守位置就留待喺120到125蚊作為一個防守嘅一個位置嘅。咁本人證監會持有人士啦，剛才講嘅股份係並未持有嘅。